今集又有新推介，不過呢個居屋單位唔算複雜嘅設計，亦都算一個樣樣都齊嘅設計。兩房單位，你係今期抽到啟陽苑，定係匯禧苑，定係裕豐苑，定係盈輝苑等等，今期最新公屋戶型就喺呢度啦。睇下呢個環境，呢個戶型380尺左右嘅居屋，究竟揀兩房簡單做法同埋一個精裝做法有咩分別？有呢個位置可以睇翻兩房設計，咁呢個位就係後邊廳呢個位用翻一個飾櫃，呢度同埋做翻一個異形櫃。雖然佢唔係大，但係佢裝飾嘅廳完全可以利用到佢極致，同埋利用佢嘅風格可以做出另外一種感覺。咁呢個房後邊係做咗上下床組合啦。咁呢個上下床組合就係上3下4組合。咁呢個位置兩個位都做得好靚，就算有工人姐姐、兩個小朋友或者有人嚟屋企玩嘅，都可以做多一套呢個床啦。咁啊，利用個空間多啲，位置多啲。咁嚟翻呢邊個位都做翻有啲飾櫃啦、書櫃啦、書台啦，一套齊晒嘅。咁呢個位置當然我哋有做翻呢個係衣櫃、大衣櫃組合，全部做齊晒，所有嘅衣櫃啦、掛衫、摺衫，樣樣都齊嘅。咁呢啲房你話大唔大？但係我可以有2張床喎，又有大衣櫃喎。咁呢個房其實好好用嘅。咁如果你中意呢啲做法，可以揾我哋睇翻。咁啊嚟翻隔離房啦，隔離呢個房係大房嚟嘅，大房呢邊係做咗5尺床。呢個5尺床超大嘅 King size 5尺，係咪好正呢？呢個位置，咁呢啲位置呢就會做得大啲，同埋做得靚啲，連床頭連書台，咁呢個空間就拉到盡晒嘅。書台、化妝台同埋化妝櫃同埋衣櫃，全部一套掛衫、摺衫、櫃桶、大鎖，呢啲我哋公司都包含在內，所有五金絕無任何收費嚇。包括呢啲掛鈎同你做翻呢啲掛衫位置啦，翻嚟啦，掛手袋啦，掛外套啦，呢啲位咧全部做好晒俾你嘅。咁啊出翻嚟我呢度啦，廳位置啦，係啦，廳呢個位咧，咁啊睇翻我呢個位置電視櫃啦，電視櫃佢做得雖然唔簡單嘅做法，又話好似又唔係好複雜喎咁樣，但呢啲位置咧都算係比較好嘅。配得顏色啦，同埋個空間啦，會清爽啲，唔使咁壓迫。一個玻璃櫃搞掂，一個背景牆 OK 咗，掛部電視搞掂晒，係啦。咁呢啲位置嚟翻我呢個位就做咗。如果你有信仰供奉祖先嘅，呢啲位一樣可以做翻一套神台櫃。咁神台櫃我哋會做翻全部配翻所有紅色 LED 燈嘅，你哋唔需要配任何燈，亦都唔需要買任何燈泡啦。咁啊，飾櫃、玻璃櫃、獅子櫃、鞋櫃，全部一應俱全，一櫃多個組合，全部齊晒。咁嚟翻呢度仲有個係廚房嘅組合，廚房嘅組合 L 型，地櫃、上櫃全部一套過，上油煙機位、下爐頭位啦，咁啊微波爐啦、洗衣機位啦、調味架全部做齊晒嘅，包括所有嘢你要嘅放嘅物品，全部都呢個櫃做齊晒俾你，放好多包心瓷土都 OK 嘅。咁我哋做一個簡單嘅廁所個做法嘅，簡單係做翻一個乾濕分離嘅做法啦。咁啊呢個就通用啲啦，個個都做噶啦，玉屏啦。咁啊做翻一套簡單嘅鏡櫃啦，咁就 OK 噶啦，上下櫃一套齊晒。如果你需要到呢個單位，今期有呢個戶型，你係今期嘅幸運兒，今期嘅準業主，可以隨時 PM 我哋，更多設計提供俾你。浪啊浪，打俾我李小姐，拜拜。